另外消息来关心经济内政部上新的统计，今年7月份全国厝买卖是有25000多栋，这是比顶个月减2.7%。若今年1月到7月厝买卖是超过16万栋，不过这是减1成半，这嘛是5年来同期的新低。一栋一栋新建案户，维利亚一元一元扣起来。虽然未叫建案销售期悠长，不过工人也是辛苦伫赶工。根据内政部上新的资料，7月份全台湾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25580栋，月减2.7%。累计今年1月至7月，全台湾买卖移转164522栋，甲去年同期年减15.6%，也是创下5年来同期新低。屋主部分也就是在让价的空间上是比较小的，所以让就是两个的价格没有办法产生共识。目前就是买方的部分是有部分观望的一个迹象，那不过在看屋量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减少的。房仲业者分析，去年7月国内疫情渐渐缓和，国家中银行连续相关利息、边关贷款条例受害者因素的影响，冲击民众对房市的期待，所以市场有较歹。另外，卫中大厦上新的调查嘛看到，8月份消费者信心总指数是7.51点，中段连续3个月升悬变做较弱。第个月房地产时机的指标部分，甲7月份的调查结果比起来，也是降低。大家过去口袋够深啊，这些建商、投资客都赚很多钱，那目前他还能够撑得住，所以他不相比谁的气场啊，通常在量缩相当一阵之后，才会慢慢价才会呈现出来。学者表示，为总体大环境的经济表现、两岸关系，抑个线内的大选等各种利空因素，国家买卖双方对介绍的认知也是有差别，预定短时间内买起也是会较排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